嗨，大家好，我是探平树，今天是2025年3月2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夹头老师。这个在大家视线里面已经消失了将近半年的夹头老师突然有了新消息今天也就是21号上午10点左右央视新闻突然播发一条重磅消息。当然了，实际上它也不算重磅只是在某一个群体里面，它算是重磅消息对认识夹头这个网友，或者了解知道夹头的这些网友中，或者是叫正能量赛道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个央视新闻就是司马南偷税被罚超900万元。央视新闻这么说的他说今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稽查局公布司马南偷税案件处理情况。前期税务稽查部门依托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网络大 V 司马南涉嫌偷税，依法对其开展立案检查。经查，司马南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这个手段还不少也就是说他是故意的他不是那个说无意中说我不知道，他不是这种情况他是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也就是主观上他是故意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共计462万元。此外，其实控企业北京某影视策划中心通过虚列成本费用，你看这属于逃税虚列成本费用，这就是故意为之违规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等方式，少缴企业所得税75.32万元。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总局稽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司马南及其实控企业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罚款共计926.9万元，已全部入库。也就是这钱已经到位了，司马南认缴认罚。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依法加强税收监管，严肃查处涉税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公平公正的税收经济秩序。这个字儿不多但是这个消息可以说是叫大快人心爱国主义表演艺术家，他可以算得上是艺术家因为他演电影嘛，当过这个主角那叫什么众家之外重山之外，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他是表演艺术家，这没毛病这位做节目的时候喜欢说我是北京市东城区什么什么什么公民，总是把这个标榜然后胸前带个小牌牌，义正言辞字正腔圆。没想到习惯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司马南居然干起了偷税漏税一位心心念念想着走集体的，天天劝大家对吧，要去把钱交到大头那儿，自己呢不仅不往大头那交，还玩命的往美国运，这就是人就是两张皮这个才是真正的叫人设崩塌最近网上对吧，这个有很多自媒体博主说人设崩塌，耳熟能详的有好几个有家暴的，还有拍剧本的，我觉得那些都不能严格意义上说是人设崩塌，那纯粹是粉丝自己建立的幻觉是自己建立的幻觉破了。司马南这个是真正的叫人设崩塌，但凡看过他节目的都知道他想要回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对吧？他理想中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在很多节目都说过司马南这种人呢，他想构建的那个社会无非就是想把你的钱放在他那儿，他来替你管，而且他还不受制约，但是他自己的钱是不能往那放的。你看看通过这个央视新闻国家税务局这个对他的处罚就知道，他是千方百计的把应该依法交到大头那的钱他都不交，想方设法少交，然后忽悠你们忽悠大家多交，交完了由他来管，他的钱还是他的，你的钱也是他的，不就这么个逻辑吗？所以他喜欢讹爹讹爹就是这样的，讹爹就是我打下来的是我的，我还没打下来的也是我的，如果你主动交出来呢，那我就不想要你别的地方可以缓一缓，如果你不主动交出来，我连我现在还没想的地方也是我的充分体现司马南就这种特点。没想到离开大众视线半年之久的
司马南老师是以这种姿态啊，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可以说网友啊非常震惊啊！我在2023年年底就说啊，对吧？应该很多粉丝知道，我说这个司马南老师啊，恐怕有麻烦了。应该在2023年春节前，我当时认为啊，很有可能他因为通俄罪，我也没想到他居然是这种方式，是漏税、偷税。如果是通俄罪，那倒不算塌房，对吧？这是他的立场，这是他的观点，人家他光明正大的就是支持俄爹，但是他主观上偷税漏税，那这个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足足过了1年，司马南才被禁言，突然禁言。我也注意到啊，司马南这次禁言很特别，我又以为他要被通俄罪把他给办了。网络大 V 啊，禁言有很多种，对吧？你比如胡锡进，他也被禁言3个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较过，胡锡进被禁言，还有人呢替他说话，就替他传消息。你比如那个刘继鹏啊，专门发了微博说他跟那个胡锡进通完电话了啊，告知广大网友啊胡锡进的一些近况。我想大家都还有印象吧。但是加藤老师禁言以后啊，给人感觉他的那些朋友啊，或者那些跟他平时互动比较多的大 V 都是噤若寒蝉，感觉是赶紧划清界限，不要牵连到自己。有很多跟那个加藤老师互动比较多的那个网络大 V 啊都不说话，没有一个人说站出来说哎他现在怎么样在干什么，哪怕暗示一下好像都没有。这个人就石沉大海。所以这个气氛非常诡异，也凸显啊司马南这个事情比较大。所以我一直认为他可能是通俄罪，没想到是这样出了事，这翻船就翻得彻底啊！而且根据这个央视报道啊，根据这个税务机关的说法，那他是整个的就是故意的偷逃税款啊。从这个税务机关的说法啊，司马南这个收入啊非常可观。2019年到2023年。正好啊，覆盖了那个口罩期间，广大的老百姓啊都在那儿跟这个疫情做斗争啊，都在那儿吃苦，大部分人没有收入，失去了工作，还有一些人还没得吃。但是我们的正能量，对吧？我们的爱国的旗手司马南老师呢，却忙于的偷税漏税。我的感觉啊，司马南老师啊，他本人啊成立了公司，因为他有增值税嘛，也就是司马南老师手下至少有2个企业，一个是他控制的北京某影视策划中心。一个是可能类似于某传媒公司，他下面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呢，帮他策划，帮他剪片子，帮他拍摄。因为我做自媒体，我知道自媒体嘛，那就是平台给你钱，如果你是个人的话，平台直接把你的税全扣掉了，它会是代扣，你想逃税也逃不了。只有企业，对吧？你给平台提供发票，企业的那个平台的就不给你扣税，按照你的发票，对吧？他给你把钱打过来，然后你企业内部再去列成本，然后你该交什么增值税交增值税，大概是这样的啊。然后在这个企业里面的钱给司马南发工资，应该是这么发，把钱再打到他卡上。那司马南个人收入他就少报，他本来一年500万或者200万，他只报个15万，然后他报个人收入的时候他就虚假申报。如果你是个人自媒体啊 UP 主，就不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每个平台都给你扣得明明白白。然后这个司马南控制企业北京某影视策划中心，这个主要是违规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实际上也就是说，你这个影视策划中心应该不是小微企业了，就是按照标准达不到小微企业。就我记得好像中国烟草才能算得上小微企业嘛，有这个印象啊，对吧？你这个北京某影视策划中心怎么可能是小微企业呢？也就是他不够格，所以他不应该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他享受了，所以他少缴了75万，这恐怕跟他拍的那个叫《崇山之外》有关系吧。所以这里不能不说一下，那个司马南老师啊，活跃于影坛，对吧？影视歌坛好像没有，这是巨星啊。但是不巧的是啊，或者是纯粹是意外啊，就是司马南老师活跃在影坛的这2年或者这几年吧，恰恰是影坛走下坡路的时候，影坛这个影视行业迎来了低谷期，也是个巧合啊。去年10月份呢，司马南被禁言以后，突然春节档咱们的影视行业，对吧？电影行业突然还迎来了一个爆发期，出来一个哪吒2，现在票房150亿，这个是不是可以视作这个司马南老师退出影坛以后啊，这个影视行业的一个反弹？当然了，也可能是一个巧合啊。但为什么这么巧呢？司马南老师难道也是行业明灯吗？应该是10年前啊，当人们发现司马南老师啊，以前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强调自己在美国没有房子，坚决否认，后来被有人呢在网上查出来，公布了他房
传产信息，司马南老师只好被迫承认，在美国有个小房子。原本以为司马南老师就已经塌房了，不会有人再信任他了。他一面对吧，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前脚骂我美国，后脚就踏上飞往美国的飞机，随后脑袋就被夹了。大家以为那个时候他就应该塌房了，结果他越来越火，网上就有很多人是非不分被他所迷惑，还有很多人给他找借口，说买房子怎么了？他的粉丝，他的拥趸依然更加疯狂的支持他。那不知道这一次对吧？国税总局对他的处罚能不能让他的粉丝感到幸福这回是犯法呀！过去说买房子你在美国买了房子，你不承认，你矢口否认，对吧？你这个狡辩，那只能是说道德上有瑕疵，说这个人心口不一。但现在是犯法，不知道他的粉丝怎么替他辩解我们这样的一个正能量、爱国大 V， 千方百计、处心积虑的在国内偷逃税款，我不知道他在美国那个房产税能不能偷逃不太清楚。说来说去给人感觉就是，对吧？这是你是薅社会主义羊毛完了之后你是资敌对吧？你在这边疯狂偷逃税款，跑到美帝那儿疯狂的交房产税。司马南老师在美国交的房产税，一颗155毫米的炮弹是可以买的吧？或者能买一发标枪反坦克导弹，或者是毒刺这个防空导弹。爱国正能量界地震。很多网友也知道我在网上我只谈2个人，一个是司马南老师，一个是胡锡进老师。网友经常让我谈一谈这个，谈一谈那个，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对那个有什么看法，我从来不谈。为什么只谈司马南老师还有胡锡进老师呢？一来是我关注他们比较早，1994年，那是31年前，我就听过司马南老师的讲座，我就经常关注他。我觉得这个人滔滔不绝在那儿这个叫反伪科学。这30多年里面，我有的时候会经常关注，有的时候好几年也不再关注，但是基本上是时间比较长吧。胡锡进老师呢，我是自从有了微博，胡锡进在微博上一露头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关注上了，经常看，所以我大概或者叫试图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通过我这个30多年断断续续的这种观察，我发现司马南老师可以用一个坏来形容，本质上就是坏。他不是什么立场之分他也不是什么左如果说左的话，他在左那个圈里面他也混不下去，更谈不上右，是人品有问题通过他在美国买房子，他矢口否认，后来被人铁证如山揭穿之后，他又狡辩，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品很一般，人品很差。通过他偷逃税款这个事情，你就知道他平时所描绘的一个社会是什么样一个社会，他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你把大头放到他手上，就相当于把仓库把粮食放到老鼠手上，满嘴的主意，对吧？这个主意那个主意，实际上不过是想中饱私囊，想鱼肉百姓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蛊惑了一大批粉丝。他自己说的全网7000万粉丝，他的危害性极大，所以咱们要尽自己绵薄之力要戳穿他。我跟他无怨无仇，但是我不能容忍这样把他的粉丝当傻子耍有网友总结的好司马南不骗正常人。2022年，司马南对这个民营企业发起这个疯狂的围剿的时候，这大家都知道吧？但是今天这个税务局的公告，你就能发现司马南他也是个民营企业家，他的收入还不错他养不少人他自己就是搞民营企业，有传媒公司，有影视策划中心，还享受税收优惠，他自己就是个民营企业家，就是个致富带头人，致富小能手。你说他这是不是精神分裂？他这就是坏。那就像他那个什么影视策划中心一样，享受着政策的红利，小微企业嘛，他在享受民营企业这个红利，在赚钱的同时，他在反对民营企业。不知道他的粉丝现在有没有醒过来一边反对美国，讨厌美国，说美国不好，一边在美国买房，一边反对民营经济，呼吁民营经济赶紧退出市场，退出经济领域，一面自己在搞民营经济，自己在搞企业，搞一个传媒公司还不够，还要搞一个影视策划中心。很快如果不是这次东窗事发，罪行败露，说不定司马南也可能成立一个什么集团，文化传媒集团，呼之欲出但他口都是反对的所以还有人为什么这么坏这才是真正的叫吃饭砸碗。所以我说他是叫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有关部门应该再好好查一查，司马南这么坏，恐怕背后还有别的原因，他很有可能是敌特是潜伏到咱们这儿来搞破坏的。那司马南老师恐怕也算是劣迹艺人，按照这个网
网上惯例啊，是不是很有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在社交媒体上活跃，劣迹艺人了？是不是影视作品也应该下架？我记得很多影视演员偷逃税款，这不第一时间他的影视作品就下架吗？有的影视剧里面得把那个形象得剪掉，要么就是给他通过什么技术手段给他 P 掉。那些过去有些剧组啊，为了蹭司马南老师这个流量的，让这个司马南老师友情客串的，或者是给钱啊付费演个角色的，甚至还主那个重山之外啊，恐怕现在也是肠子都悔青了，这都属于不走正道啊。司马南老师啊，曾经一度远渡重洋，在美国发展，这个在美国发展好像将近1年多2年，传下了很多佳话，比如在那个美国的什么白沙滩上面和美女啊滚沙滩，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啊。我想起了那个李斯啊，秦朝的那个李斯腰斩啊之前啊，跟他儿子说，还记得当年什么东门牵着黄犬去打猎吗？那个快乐时光啊，这个司马南老师现在恐怕也回忆起了当年在这个美国的白沙滩和美女滚沙滩那个快乐时光。本来他在美国搞一搞这个电视啊，混口饭吃嘛，怎么为什么又回到国内呢？你回国内就回国内吧，突然变本加厉，开始在爱国赛道啊疯狂收割。现在啊，司马南老师啊在疯狂收割这个爱国流量，攒齐了一把被别人收割了。我很久以前就说过了啊，韭菜是国有资产，不是你想割就能割的。司马南老师啊活了70岁还没想明白这个道理。最后我再说一下啊，司马南老师啊在收割爱国流量的路上越走越远，得罪了很多正义之士，他的影响越来越大，他的危害性越来越大，有很多正义之士啊实在看不下去，所以才出现央视新闻里面说的税务稽查部门依托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那这句话是有潜台词的啊，潜台词不是说有关部门是打击报复司马南是有人举报司马南，不是的，是大数据告诉有关部门，言下之意就是菩萨显灵，对吧？你司马南别埋怨这个埋怨那个，这个举报那个举报，是大数据让你露了马脚。会不会是大数据发现司马南老师收了俄罗斯叫今日俄罗斯送了两罐蜂蜜没有上报，也有可能。还有河南的哪个南阳还是什么地方，什么一个书记送了2罐茶叶没有上报，要么就是联想送的月饼没有上报。最后我想说的是司马南老师虽然70岁了，但是希望司马南老师能够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振作精神早日回归社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